多位好耐冇見啦，我係 Declan 啊。今日咧都同大家睇啦，就係市區好罕有嘅海景豪宅單位啦。相信大家啦喺市區上面咧都見過好多海景嘅單位㗎啦。咁而喺我認識裏邊啦，咁暫時嚟講都係最近海邊嘅單位嚟嘅。咁事不宜遲啦，陣間同大家睇下單位嘅價格啦。究竟有幾近呢？而家就同大家親身感受下呢個長沙灣海濱長廊啦，外連呢個水漁船隻設計為靈感為主題嘅涼亭碼頭嘅。間隔好有在啦，3房1套開式設嘅啦，而且主人套房裏邊呢，有內連衣帽間嘅位置嘅。呢度又為大家展示呢個衣帽間間隔牆身啦。如果想再擴大空間咁咧，都可以將佢拆除嘅。飯廳連住啦，總長度係7.69米啦，闊度係2.975米嘅。而見飯廳嘅大細咧，都可以放得落一張6至8人嘅餐台嘅。維港匯嘅交樓標準咧，所有都用上歐洲名牌爐具嘅，而業主咧亦都一併保留嘅。跟住到其他房間啦，直角落地大窗啦，尺寸由2.275米乘2.22米。接落嚟到第二間房間，採型雙景觀落地大窗，可以擁有雙邊景觀。兩個房間中間都配備一個有窗設計浴室啦，採用呢個企缸淋浴設計嘅。今次係咁多啦，大家又中唔中意獨立呢套堂3房1套單位呢？歡迎喺留言區留言。